赌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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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赌神。阿杰，这儿。赌神，快看，这是赌神的女朋友吧？好漂亮啊！不好看呀！苏晴，出车祸了！苏晴，我的救护车！苏晴，你不要笑我呀，苏晴。阿姐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都怪我非要来参加赌王大赛，对不起。傻瓜，答应我，以后一个人一定要好好活着。没有人可以赢一辈子，以后你一定要小心。不要，苏晴，苏晴！他妈，臭乞丐，你瞎了！走走走。你没事吧？你叫什么？阿杰。阿杰。跟我回家吧。你一定要好好活着。苏晴，苏晴。最新消息，赌神方景无故缺席拉斯维加斯赌王大赛，本届赌王大赛王座将由陈金城继承。另，金城集团正式宣布入驻拉斯维加斯，并扬言打造世界第一大赌场。败家子儿，这都能缺席，这得少赢多少钱啊？你什么都不知道啊！人家赌神这一生做的都是以赌反赌，而且赢的钱都捐出去了。什么？赌神反赌啊？他是白痴还是傻子？这要是来我们家，我非得好好说说他。阿杰，进来吧。哎，哪儿来的臭乞丐？这是你该来的地儿吗？还不快点滚出去！坚决不行！街上乞丐多了，你能收留几个？再说了，咱们家是开棋牌馆的，让个乞丐住进来，多晦气！以后客人还敢来玩吗？慧爷，外面下那么大的雨，你让他去哪儿啊？是啊，我看他……闭嘴！这里没你说话的份儿。这么个大活人，吃喝拉撒不用钱，你给啊？我的钱不都在你那儿吗？阿杰，慧爷，这个玉佩是我妈生前留给我的，就用它来支付阿杰以后的生活费，可以吗？红梅，我告诉你，我们家可不养闲人。他想留下来可以，但必须在棋牌馆打工，否则一切免谈。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赶紧把这些麻将桌收拾干净了，特别是这一张，
好好给我擦擦。隔壁老王坐在这儿连输3天，天天找我抱怨，烦都烦死了。爸，你跟王叔说说，最近手气不好，就别打了。放屁！他不来玩，我们吃啥？喝西北风啊？再说了，运气不好是他活该。谁知道上辈子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？不是运气，这牌被人动过手脚。啊！哼，这是天大的笑话。我们家开几10年棋牌馆了，牌被人做了手脚还看不出来？你一个臭乞丐，摸了2把牌就当自己是赌神了？哎，你干什么？这可是我家！啊！鬼牌！鬼牌！阿杰，你怎么知道？哼，一看就是以前被这种局坑过，输光了家产，才沦为乞丐吧。我丑话说在前头，以后棋牌馆的扫地、拖地、端茶倒水的活都由你一个人负责，我包你吃住，但是没有工钱。你要是敢偷奸耍滑，立马给我滚蛋，听到没？哎呀，再来一局，再来一局，再来吧。今天手气不错啊！换个位，同志，快出牌！赌神，3年了，你到底在哪儿啊？哎，看，就知道看。一张破照片也不知道有什么好看的。慧爷，这可是赌神方杰，我好不容易从别人手里买来的。买什么不好？买张背影照，天天对着一张照片发呆，小心以后嫁不出去。那还不是因为赌神从来不照相，不然说什么我都要搞一套写真，摆在我们棋牌馆。不照相，这赌神就这么见不得人吗？才不是呢，方杰跟其他人不一样，他不像现在的赌王陈金城那样以赌发家，大肆敛财。赌神一生都在以赌反赌，而且他把赢来的钱全都捐给了福利组织。像他这样的人才配称得上赌神。他这样做只是践行他的诺言，不然大家都知道他是赌神，又怎么会跟他赌呢？我看看。切，说的这么神，这背影看起来和阿杰也没什么两样。方杰，阿杰，难道说……拉倒吧，阿杰要真是赌神，还能被咱们家见着？你一天真是闲出毛病。阿杰，啊，怎么了，慧爷？红梅他爸在房里跟亲戚打牌，你去送一下茶水。好。这运气好了呀，挡都挡不住。看来今天我要赢大钱了。我跟你说，这把牌没有5000，都别想碰我的牌。秀情况，我全压。不是，
我看您今天赢的挺多的了，要不今天就到这儿吧。老子，你他妈懂不懂规矩？牌局已经开始了，岂是你说结束就能结束的？再说，我表姑父现在手气正旺，你这是耽误他赢钱。人家说明说的对，哪有钱到手了不收的道理啊？你看着啊，等我大杀四方，咱晚上一块下馆子。傅叔，十赌九诈，还是落袋为安的好。年轻人，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您老应该比我清楚。难不成这小子看出什么来了吗？傅叔，今天外面人多，我一个人忙不过来，会议让你出去给我搭把手。你个臭打工的，还安排上老板做事了！我奉告你，赶紧跟老子滚远点，要不然我要你好看！说明，不至于。我来说他。阿杰，今天盘运正好呢，你看赢多少了？你辛苦点，等一会儿我出去给你分一个大红包。行了，走吧。走吧。行，你先出去。不生气，继续。还十赌九诈，你个臭乞丐，真把自己当赌神了！不生气，不跟他一般见识。快，到你们家了，我全做啊！阿姐，里面怎么了？我怎么听到好像有人吵架？能有什么事儿？肯定是活没干利索，被人收拾了呗。真是个废物，端茶递水都不会。红梅，你去劝劝傅叔吧。我感觉里面的牌局有问题。你是说有人使诈？放屁！你知道里边都什么人吗？是我堂哥，还有我侄子，都是实在亲戚，他们还能坑老夫不成？慧爷，有时候往往坑的最狠的就是这种所谓的亲人，你知道我懂一些赌局上的事，你相信我，我不会看错的。慧爷，要不我进去看看吧？看什么看？都是一家人。说你背影像，还真当自己是赌神了。里边的牌局要是有问题，我以后就跟你姓。不好了！红梅、阿慧，你们快去看看吧！你们家老夫赌上头了，再不去，你们家房子就没了。什么？爸，你没事吧？小梅，都是一家人，玩个小牌而已，能有什么事儿？你爸只是一时手气背，输了点钱而已。输了多少？不多，50几万。什么？50几万？你个杀千刀的！你是要我老命啊！我一开始都是赢的，谁知道后两把赢不起。哎呀，龙哥，一家人玩牌，何必当真呢？这样，我包个5000块钱的红包给大家，今天这事儿就算了吧。5000？表姑，你把我们当成臭要饭的。小慧啊，刚刚镇海赢的时候，我们可什么都没说。他这刚一输，你们就不认账了？
是50几万的，我就是把命卖了也不够啊！没钱，没钱，就拿你这个麻将馆抵啊！不行，麻将馆是小梅他妈留下的，不能输出去啊！不能啊，小梅！对呀，龙哥，你就通融通融，这钱我们以后一定会想办法还你的。以后我让你们家当首富行不行？啊！今天要是没钱，那就按赌场规矩吧。什么规矩？现在收场。表姑父，赌场规矩，50万一只手，选一只吧。不行，龙哥，没了手，这海这辈子就废了。虽然咱们是一家人，但是在赌桌上，规矩就是规矩。既然不想给棋牌馆，那就赔手吧。麻将馆给你们。小梅，爸，别说了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被人砍手。这就对了，一家人哪能为了小钱伤了和气？振海啊，这一点你得向小梅学习学习。来，签吧。不能签啊，小梅！是你妈留下的呀，小梅。等等，钱都给了，还想干什么？这棋牌室抵的是我表姑父之前欠的债，桌上这把还没算呢。什么意思？小梅，按照规矩，已经发了牌，就得把这把玩完。如果中途弃牌弃赌，赔双手。这一把你们谁上啊？得饶人处且饶人，棋牌馆都给你们了，哪来的钱再给你们赌？你个臭乞丐，怎么哪儿都有你？信不信老子砍了你！阿杰说的没错，我们家没钱了。没钱？我记得你们不是有座老宅吗？那个地皮可是值钱的很呐。原来你们真正的目的是我傅家老宅的地契。哟，现在反应过来也不晚。谁让之前赵少跟你们谈的时候，你们一家子不识抬举，要不然也不会有今天这个局面。赵钱，1000万的地，他只肯花100万，这跟抢劫有什么区别？让你怎么啊？现在你不还得乖乖交出来？你休想！行，既然不想继续赌了，那就按规矩办吧。顺明，结账。给我上！表姑父，这是按规矩办事，你可别怪我。你放心，我这斧头啊，快得很，不会让你受罪的。住手！现在还晚了，等着给你爸喂饭吧。输赢还未定就要砍手，未免也太急了吧？阿钱，没事。
怎么，小子，你想英雄救美？不是你们刚刚说的，还没结束就不算数？怎么，不想认账？阿姐，我知道你好心，可这太邪了，你不能玩，我不能害你呀。没关系的，傅叔，我只希望你能记住，有些时候运气不能信，时赌时输，不赌为赢。好，我听你的。这话不对。老话讲，有赌未必输，不到最后一刻，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。你想上桌，那你能不能代表父亲？红梅，让我试试，可以吗？红梅，你可不能糊涂，这牌局一看就是他们设计的。是啊，你们不能赌啊！大不了我这双手赔给他们。看到没有？你想逞英雄，人家不给你机会。这赌桌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上的，赶紧滚！好，赌就赌。红梅，与其被他们拿捏，不如跟他们赌一把，大不了我把手赔给你就是了。阿杰，我相信你。开始吧。小子，想赌可以，你有钱吗？当然有啊。发牌。哎呦，800块，好多钱呐！你他妈瞎了！这副牌，底注至少5000。小子，想上桌，800可不够，最少得20万。你如果没有，这个英雄你可当不成了。他没有，我有。这个是我傅家老宅的地契，用这个来赌一把，够不够？红梅，爸别说了，怎么样，够不够？够啊，太够了！这个地契，大侄女，我给你100万，怎么样？什么？100万？一起抢好了！少他妈废话！我爸说100万就是100万，再敢多嘴，老子砍了你！好，100万就100万。阿杰，别有负担，无论输赢，我都不会怪你的。阿杰，你可不能输啊！你要是输了，我们全家就得像你以前一样去当乞丐了。放心吧，桂姨，不会让你睡大街的，我还要跟你打工还债呢。小子，梭哈的规则你懂吗？别一会儿到最后不认账。我在电影里看过，1队比单排大，2队比1队大，3条吃2顿，然后就是顺子、葫芦、同花4条，同花顺，皇家同花顺，对吧？哇，懂这么多，你该不会是什么隐藏高手吧？啊？哎，什么高手低手的，赌牌嘛，就是赌个运气。既然知道规则，那开始吧，早结束，早回家。赵少那边还等着信儿呢。来吧，底牌发过了，你的黑桃 A，收发。
这就该我了。还以为是个高手，原来是个愣头青。什么都不会，还敢上牌桌？那梭哈，我梭哈。阿杰，你底牌都没看就全压了，你干什么呀？阿杰，你不会也不要乱来呀，你这样会害死我们全家的。小子，你到底会不会玩？你以为这是炸金花呀？连底牌都不看就梭哈？不是你们刚刚说的，赌钱嘛，就是看个运气。我这个人呢，向来运气比较好。我都已经下完注了，你们要是不跟，是不是就是我赢了？我知道了，阿杰这是玩心理战术，这咱发了1张牌，只要他们跟不上，咱们就赢了，这底气就保住了。这个闷葫芦，心眼还挺多的。怎么，你该不会不敢跟了吧？小子，想跟我玩心理战，你还嫩了点儿。这是100万的支票，这把我跟了。完了，被看穿了。这个阿杰害人精，不会玩，硬要上桌。夫家恐怕要完了。发牌。等一下，怎么？你要后悔？小子，赌场规矩，见光死。现在想后悔，晚了。我可没打算后悔，我就是想问一下，我现在是不是还可以继续加注？啊？你还要加注？你的100万已经下完了，你还拿什么加注？哦，我懂了，你该不会是要把这800块钱也加上吧？啊？你们刚刚不是说了吗？一只手50万，我这有2只手，价值100万，我全压。我全压。阿杰，我知道了，阿奇，这是跟他们继续玩心理战。要是赢了，咱们肯定好感谢人家。你要用你的双手加注。你自己说的，一只手50万，怎么不想认账了？我认你妈！你信不信老子现在给你剁了？你敢？是你们口口声声把规矩挂在嘴上的，现在想不认了？传出去，我看你们父子怎么在冰城待下去！臭婊子！闭嘴！这小子到底是装的，还是吃定我不敢跟他动手？你要是不跟，那这局是不是就是我赢了？他倒是想跟，他有那个钱吗？没错，杨龙，要是不敢跟的话，就认输吧，把我们的棋牌馆还给我们，还有你要道歉我们50万，拿钱。爸，如果咱们这把输了，不仅要道歉他们50万，回去没办法跟赵少交代呀。活该！当初你们做局坑我爸的时候，就没有想到过会有这一天。既然你们不跟，那这钱我可就拿走了啊！看着，不就是一只手吗？今天这一把，我跟了。他真跟啊！让你多嘴，这下好了吧？老人家，你确定要跟？听我一句劝，10赌10输，不赌为赢。别因为一时的冲动，最后闹得断肢残手，得不偿失啊！小子，不用你管，发牌。阿杰是1对3，杨龙要是单牌的话，我们就赢了。漂亮，1对 K。我就说这牌邪门，不能赌。阿杰刚拿到1对3，对方立即拿到1对 K。哎呀，我就说了不能让阿杰上桌嘛！这下好了，我们全家
过，这就是你们让这个臭乞丐上桌玩牌的下场。小子，我可不止一对 K， 我是 AK， 各一对儿。Yes。这次傅家彻底完蛋了，不仅把棋牌馆输掉了，现在老宅也没了。何止啊！那个叫阿杰的还得输上2只手呢。英雄可不是那么好当的，你这双手可能留不住了。别急呀，我这不是还有一张底牌没看吗？万一是张3，我不就赢了？唉，想要3条3，你看看这张是什么？一副牌只有4张3，你那儿有2张，我这儿有1张，还剩42张牌，你只有1/42的机会，想拿到，可能吗？你刚刚不是还说逢赌未必输，只要运气好，或许我这张就是最后那张红桃3呢。少废话，开牌见我。完了，这下全完了。爸，看他们家的鬼样子，咱们赢定了。小子，赌牌并不是胆子大就能赢的。很显然，运气并没有站在你那一边。好了，我们什么都没有了，一无所有了。都怪我，都怪我，当初没有听阿杰的，我当初就应该听他的，见好就收啊！红桃2，难道这是天意？连老天都不站在我们这边？啊！把手递过来，老子现在把你手剁了！小子，这就是你逞英雄的下场，以后没了双手，可要用脚吃饭了。哎，这小子真是胡闹！不仅害了自己没了一双手，还把老傅一家害得倾家荡产，以后让他们一家怎么生活呀？可不是嘛，不会赌就别上桌，小赌怡情，大赌那可是要家破人亡的。红梅也是，怎么就稀里糊涂的相信他了？别怕，有什么我们一起承担，大不了我把手赔给他们就是了。哟，还真是有情有义啊！好，你们2个人一人剁1只，以后啊互相喂饭，这传出去还是一段佳话呢啊！来人，把这对苦命鸳鸯给老子按住了！等等，怎么现在想反悔了？完了！今天我不光要拿走傅家的老宅和他们的棋牌馆，你的这双手我也必须带走。我的底牌都还没开，你怎么知道我输了？说你胖，你真喘上了是吧？1/42的概率，你以为你说2句口头禅，你就真是赌神，逢赌必赢了？小子，运气不是什么人都有的，有的时候强出头，并不能获得相应的利益，反而可能你的小命就要丢掉了。哦，那可未必。啊！3条3，居然是3条3！难道我刚才看错了？老傅，我们是不是赢了？对，赢了。阿杰，我果然没有看错你。这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
怎么可能是3挑3？怎么不可能？一副牌里面有4张3，他那儿1张，我这儿3张，有什么问题吗？阿杰，他是怎么做到的？这牌也太绝了，比赌王大赛都精彩，4个3都出来了。是啊，唯一1张能赢的红桃3，居然被他给拿到了。这么小的概率，怎么可能？我们再赌一把，我们再赌一把怎么样？你已经没有筹码，还拿什么跟我赌？再说了，我为什么要跟你赌？就是，你现在还欠我们50万呢，还有1只手，赶紧还钱，然后开手。爸，别被这小子骗了，一副牌出4张3，这个问题绝对不可能。小子，出钱！出钱？明明是红桃2，怎么突然变红桃3了？阿杰，该不会真的出钱了吧？捉贼拿赃，捉奸拿书，说我出钱，证据呢？证据呢？呢？你怎么做到的？那张4呢？你藏哪儿了？这是秘密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没人能找到我换走的牌。哼。捉贼要拿赃，你说我出钱，有什么证据吗？小子，不可能！别以为我不知道。总之，那张红桃3，你不可能拿到，你一定是出钱了。在赌局上，出钱者被死之。既然如此，那把这副牌查一下，不就清楚了？好，我的 ace 也是偷换来的。要是检查牌对，岂不是说我也在出钱？不行，不能这么干。怎么，你们是输了不认账是吧？就是，阿杰从来不赌，更不打牌。你们说他出钱，你们这是污蔑他。你们是一家人，肯定向着他说话。你要是没出钱的话，那就让老子搜身。对，小子，你有本事让我们搜身。出钱要断4肢，让你们搜可以，但是你们搜完了，如果我没出钱，那又该怎么办呢？按赌场规矩，抓奸失败赔双眼。是。你们还要抓奸吗？老人家，我还是再劝你一句，你现在输的也不多，也就50万和1只手，要是再赔上1双眼睛，不划算。爸，既然你们不抓钱，那我先去干活了。站住！老子今天豁出去了，不就是1双眼吗？来！红梅，他们要抓奸怎么办呀？连眼睛都赌上，他们疯了吗？要是我输了50万外加1只手，我肯定也要疯。不过阿杰也不像是出老千的人，认识他好几年，就没见过他上过牌桌。兴许真的是运气好呢。运气个屁！这世界上哪儿那么多运气？他出没出钱，等一下搜完身就知道。好啊，要是抓不到，可要赔双眼。少他妈废话，拿刀来！如果待会儿没搜出来，小爷的眼是你挖。既然如此，那开始吧。把外套脱下来。鞋，把鞋脱了。我说阿杰就不是出钱的人。裤子，裤子，屋里还有女的，
脱裤子不方便吗？让你儿子过来搜吧。搜仔细点儿。好来吧，起开！爸，搜到了！爸，搜到了！阿杰，这不会真出钱吧？被发现了！小子，你还有什么话可说？把牌拿出来。好。小子，你又耍什么花样？我最后再劝你一句，现在让你儿子收手，你只需要赔一只手，眼睛还能保住。保个屁！我看呀，就是我搜到了你藏的牌，你害怕了。赶快把牌拿出来，要不然老子现在就把你剁了。拿了，可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。少废话，小子，你可吓唬不了我。我行走江湖几十年，吃过的盐比你吃的米都多。今天在这儿，无论如何都得有一个人横着出去。阿杰，阿杰是吧？你放心，待会儿我剁你手的时候，尽量不让你多遭罪。这是名片。名片？这什么东西啊？这是名片！我靠！红梅，你看，我就说嘛，连牌都不会打，怎么可能出钱呢？不好意思啊，之前的客人给了我一张名片，这个放在兜里不算出钱吧？当然不算了。杨世民，杨龙，这下人都服输了吧？少废话，继续搜。是。爸，真的什么都没有了？不可能，这天底下不可能有人出钱不被发现。难不成你是赌神不成？把你的衣裤全部脱掉！我怀疑你把牌藏在你的裤子里。凭什么？搜你们也搜了，凭什么还让阿杰脱裤子？太侮辱人了！凭什么？就凭这个世界上，除了赌神，就没有人藏牌能不被发现的。只要他脱光了，真相就大白了。对，他今天要是不脱，你们谁都别想离开这个屋子。你们这怎么办？你是脱还是不脱？脱可以，按照规矩，你的眼睛现在已经归我了。想让我脱光，难不成你们还想再跟我赌一双眼睛？你们父子确定吗？没错，要让阿杰脱光，那就再赌他一双眼。不敢啊！不敢就立马认输。走，我们去菠菜管理局讲道理去。爸，怎么办？赌不赌？你们父子俩刚刚不是很张狂吗？怎么，现在蔫了？这个世界上只有赌神的偷天换日才能做到天衣无缝，他不可能是赌神，肯定是故意吓我的。好，我跟你赌了。你想好了？再输，你们父子俩就都变成瞎子了。输了，我就再赔你一双眼睛。爸，闭嘴！我们现在还有回旋的余地吗？天作孽，犹可恕；自作孽，不可活。少给我在这装蒜，赶紧脱！
拖完了？什么都没有吧？这个不用拖了吧？这怎么可能？真的，什么都没有。现在拖也拖了，眼睛该陪我了。杨龙，现在你欠我们一只手，还有，你们父子一人挖一双眼睛出来。对，挖眼睛，记住，是一人一双。妈，我不能没有眼睛啊，妈！小慧，咱们可是表兄妹，是亲戚啊，你就放了我们一次。现在想起我们是亲戚了，你们设局坑老傅的时候，怎么不想想我们是亲戚？没门儿！小梅，你饶了我，我们也是被逼的呀。对呀，表姐，我跟我爸在赵氏赌场输了几百万，如果不配合他们做坑，骗你们的话，那他们就要把我爸我俩活埋了。好，这一次就放你们一马，请你们父子马上滚。还有，以后不许跟我们家有任何来往。好，好，我们现在就走，现在就走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这下总算解决了。你还好意思说？要不是因为阿杰机灵，咱们这个棋牌馆，还有你这个狗爪子，全都保不住。是，月姐，这次真的谢谢你了。没事。走了。哎。不可能！这个世界上不可能没有人不被搜出来。难道你是赌神？阿杰，你究竟是谁？赵少，我错了，你饶我一次。下次我一定准时还钱，赵少。嘘，咱们来玩个游戏，抽张牌比大小，赢了，你欠的债一笔勾销；输了，挖掉一只眼睛做利息。赵少，是怎么不想玩？那我现在就活埋了你！事情都办妥了，赵少，失败了，没用的废物！我师父陈京城已经跟米国黑手党谈妥，3个月后要在滨城建一间最大的赌场酒店。拿不下傅家那块地，所有的计划满盘皆输。你们父子俩有几条命可以赔啊？赵少，原本我们都已经拿到那片地皮的房契了，都怪他家那伙计横插一脚，赌牌赢了我爸。还说自己不是废物，连一间小小棋牌室的伙计都赢不了，要你们有什么用？那小子肯定藏牌了，我们只不过没抓到，不然的话，我们不可能输。换牌，连你们都没发现？难不成他的赌技已经达到了赌神的境界？
赌神，我再给你们2个最后一次机会，我会派人帮忙。你要是再拿不下傅家，要是再把事情搞砸，我看你们也就没有必要活着再浪费粮食了。阿杰，你究竟是谁？哎呀，行了行了，男人嘛，总会有点秘密的。想说的话，阿杰自然会说的。喂，怎么了？博彩管理局打的电话，说我们棋牌馆的资质被取消了。下午6点前，他们会派人来封禁棋牌馆。什么？红梅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是博彩管理局的理事田鹏下达的禁令，我怀疑是杨龙父子搞的鬼。真是白眼狼！刚刚放了他们一马，立马就恩将仇报，真不是个东西。棋牌馆是政府颁发的合法营业执照，可以随意查封吗？槟城的规矩就是，谁的势力大，谁就可以做主说话。赵家这几年崛起得很快，权势滔天，不是我们一间小小棋牌馆可以比拟的。是啊，赵家这几年收编了不少大的赌场，同时也打压了不少小的赌场，其目的就是让所有的赌客去他们赵家的地方赌。阿姐，你放心，这件事是我们和赵家的事情，不会牵连你的。你走吧，换个地方生活。红梅，你糊涂啊！阿杰走了，就剩咱们3个，那赵家杀来了怎么办啊？是啊，多一个人，多一份力量啊！爸，慧姨，这个事情本来就和阿杰无关，不该把他牵连进来。阿杰，这张卡里面有一些钱，不多，但够你换一个地方生活。你拿着走吧。小梅，傅叔说的对，多一个人，多一个力量，不到最后一刻，千万不要轻言放弃。我留下来，陪你们一起。阿姐，我知道你是好心，但你一个人的力量终究是不够的。现在能帮到我们家，恐怕只有一个人。谁？袁家家主袁飞。袁飞？袁飞不仅是博彩观吏局的会长，更是赌神的朋友。当年袁家衰败，是赌神出手救的。赵家新晋崛起，最难受的就是袁家。如果我可以得到袁飞的帮助，我们的棋牌馆或许可以保存。如果是他的话，那我或许还真能帮上忙。你有办法？人家可是槟城赌王，袁家家主，博彩管理局的会长，这种大人物怎么会认识你这种打杂的小伙子？你还真当自己是赌神啊？慧爷，你跟阿杰说这些干什么？他只是好心。总之，我会自己想办法。趁赵家还没有来，快走吧。喂，哪位？是我。咱没什么办法。你说，咱们这个棋牌室要是关了，咱一家上哪儿去啊？办法给你了呀。那你能找着袁飞来帮忙吗？阿杰说的对，不到最后一刻，不能轻言放弃。爸，慧爷，就算只有一线生机，我们也要坚守在这儿。不过，这件事情始终跟阿杰没有关系，不能连累他，而且
他已经帮了我们很多了。女儿，你打算怎么办？我再去劝劝他，希望他可以回心转意，离开这个漩涡，换一个地方，好好生活。杰哥，我找了你3年了，你在哪儿？一两句话说不清楚，我给你个地址，你过来找我。好，我马上到。红梅，你来的正好，我刚刚给袁阿杰，我想清楚了，傅家的敌人是赵家，这是我们撼动不了的力量。如果你留下来，恐怕会有生命危险。我不能那么自私的连累你，所以你还是走吧。红梅，你听我说。阿杰，我知道你想安慰我，你的好意我心领了。说真的，这3年来，我感激你付出的一切。如果不是你的帮忙，棋牌馆不会被打理得那么井井有条。但一切都结束了，你该离开了。阿杰，无论你以前遭遇什么事情，但只要人还活着，事情总有翻篇的一天。不要活在过去的痛苦中，人生总有希望。人生总有希望。是啊，凤姐，3年都过去了，有些事情该翻篇了，过去的也该让它过去。黑熊，备车。哎，滨城老巷，傅家棋牌馆。会长，去这儿做什么？见一个重要的人。阿杰，你怎么还没走？我说了，要陪你们一起应对。哼，这小子平时闷声葫芦一个，没想到关键时刻还挺讲义气的。阿杰，这次要面对的是博彩管理局的理事长，他背后是赵家，很危险的。你说的我都知道，我刚刚给袁飞打过电话了，晚上6点之前，他一定会过来帮忙解决这件事。你联系到了袁飞？阿杰，你开什么玩笑？你还能有袁飞的电话？马上你们就知道了。走。阿杰，你还真认识袁飞啊？袁飞，哼，你们还真是会做梦。我们又见面了。杨龙，你又想怎么样了？哟，现在连大爷都不叫了，一句话，把你们傅家的老宅地契拿出来，赵公子就放过你们，否则你这家棋牌馆就别想再干下去啊！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博彩管理局的田鹏，田理事。这张就是田理事长刚刚下发的封禁令，看清楚了啊！再过10分钟，马上6点，如果你们再交不出傅家的老宅房契，你们这棋牌馆呢，嗨，就别想再干下去了。从此封禁，永不解封。杨龙，之前我们好心放过你们父子，你们竟然恩将仇报！放虎归山，那是你们自己蠢。你以为这样威胁我们，我们就会妥协吗？
我就算撕了，也不会给你们。还嘴硬呢？等收了你这家棋牌馆，没了营生，我看你的嘴还会不会这么硬？没事的，等袁飞过来，傅家棋牌馆一定能保住。你说的没错，如果是袁会长，他的确有能力解除禁令，但你算个什么东西啊？袁会长也是你能叫来的？田律师，就是这个小子坏了赵公子的好事。原来就是你啊！就你这种社会底层，也想叫袁会长过来帮忙？说不定就可以了。据我所知，袁家和赵家不对付，你在袁飞手底下做事，却帮着赵家为虎作伥，就不怕袁飞知道了？混账！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也敢教育老子？田律师，这小子不知好歹，我来帮您教训教训他。哼，好，那让他知道，一个社会底层的垃圾，不是什么人都得罪得起的。给我打断他的2条腿！小子，昨天没让你断手断脚，那是你运气好，今天老子都给你补上！你敢？去你的！小梅，臭婊子，你算什么东西啊？再敢多嘴，老子还打你！黑熊，还没到吗？快6点了。快到了，到了，前面就到了。这路刚才不都走过一次了吗？你在这绕什么呢？那个会长，我记得就是在这附近的，我好像迷路了。你们除了会吃还会干什么？我说真的啊，我要不是忙着见景，我真得收拾你。你算什么东西？再敢啰嗦，我连你一起打！我就……哎，你要是再敢动手，我保证你今天走不出这间屋子。妈的，你敢打我！好，你竟敢当着我的面对他动手，你简直是胆大包天！你很了不起吗？哼，我不是很了不起，但是像你这种社会的底层垃圾，老子只要动手指或者一句话，就能让你生不如死。你们别乱来，大不了我们棋牌馆不开了。这件事你说了可不算，棋牌室我要封禁，这小子我也一定要教训。放心吧，他蹦跶不了多久。看样子，这就是你们的倚仗了。哎，杰哥，不好意思啊，我迷路了，你再等我2分钟，我马上到。行了，2分钟之后，你们就来给你们的杰哥收尸吧。你谁啊？博彩管理局理事长田鹏，喜欢的话，你也可以叫声爷爷。田鹏是吧？你等着，我马上到。黑熊，3分钟之内赶到傅家棋牌馆。是。这声音怎么那么耳熟呢？这小子不会有什么背景吧？哎，这小子是有什么背景吗？他就是一个流浪街头的臭乞丐，要不是富家阶级，他早就冻死街头了。他能有什么背景？小子，戏倒是演得挺足的，连电话都准备好了。哼，不过呀，老子不吃这一套。是吗？希望等会儿袁飞来了之后，你还能如此的桀骜不驯。你妈的，你死到临头还敢装腔作势！田理事长，我看
不给他动点真格的，他是不会认错的。好，那就在封禁棋牌馆之前，给大家来点娱乐节目，把这小子的手脚一节一节的全都给我剁下来，我要把他装到罐子里边做人质，送到缅北去做展览。你们敢？你们还有王法吗？你们王法，在这滨城1亩3分地儿，管理局就是王法。小子，记住，以后不要和有钱有权的人斗，你呀玩不起。他玩不起，我陪你玩玩。袁会长，他竟然真的来了！杰哥，我没迟到吧？还好，你要是再晚来几分钟，我这手脚可就被人打断了。快我，没把握好时间。放心，今天有我在，谁也别想动你一根汗毛。阿杰居然真的认识袁飞，难道他一直说的都是真的？看样子应该是真的。先处理正事。好。刚刚接我电话的人是谁？袁会长，你就是田鹏啊？刚刚就是你在电话里让我过来收尸的是吧？袁会长，这误会啊！我刚才真不知道那电话里边是您呢。仗着自己博彩管理局理事的身份，就敢胡乱关停棋牌馆，还学人断人手脚做成人质，谁给你的胆子？袁会长，我知道错了，是我口眼瞎，没有认出来你的朋友。哦，不是我的朋友就能为所欲为了是吗？我现在正式通知你，你田鹏被除名了。除此之外，我还要在整个滨城封杀你，让你永无立足之地。袁会长，我知道错了，我求求你放我一马吧！啊，滚！还有你们俩勾结田鹏胡作非为，从今天开始，我要断了你们父子两个人的生路，在滨城一辈子乞讨。袁飞，你好大的口气，连我的狗都敢动！赵琴，赵啥？你们两个废物！今天我要是不来，你们还能活着离开这儿吗？袁飞，我说这两个废物，这么多次都没搞定傅家，原来傅家背后的人是你啊！是又如何？这样吧，咱们两个赌一场，你赢，我就放过傅家；你输，傅家老宅的地契必须交给我。你算什么东西啊？你说赌我就赌。哼，你护得了他们一时，护不了他们一世。今天你要是不答应，说不定傅家的人明天就会喝水中毒，出门被车撞，或者莫名其妙的被人连捅几刀，你保得住吗？好，你说赌什么？不愧是袁家新一代的领军人，爽快。这样吧，咱们玩的简单点，比麻将，3局定胜负。我们轮流洗牌，对方抓牌，凑出听牌牌型，谁能在更短的时间之内说出对方听几张，就算赢。如果自己抓不出听牌的牌型，就算输。怎么样？好，谁先洗牌？别着急，还有一个规则，限时5秒，5秒钟内，谁能更快的说出对方的牌型听几张，就算赢。超过5秒也算输。另外，我还要加注。什么赌注？加注赵、袁两家所持有的赌场份额。哎，反正咱们两家早就想干掉对方了，今天这个机会也不错。谁要是输了，就交出整个家族所有的赌场。怎么，怕了？这样，我让着你点，比试
你但凡能赢下一局，就算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？好，一言为定。阿杰，你说袁会长会赢吗？你问阿杰干嘛？他从来都不打麻将，问了也白问。这场比试比的是手速、观察力，还有心态。不仅要保证自己在抓牌的时候让对方难以看清牌型，还要在对方抓牌的时候快速的计算出听牌数量，有难度，输赢不好说。照我看，肯定是袁会长赢，他毕竟是博彩管理局的会长，赌术肯定非凡。你先洗牌喽，让我看看赌王世家传人的手法到底行不行。赢几张？5张。这才1秒，阿姐，你就算瞎蒙也不要乱说。5张，答对了，的确挺5张。阿杰猜对了。毕竟在我们家打扫了3年麻将，能对1次也不奇怪。超前，你输了。你高兴得太早，你是答对了，不过超时了。好，赵少赢了。严飞，第一局我故意放水，抓了一副这么简单的牌型给你猜，这你都能超时，你还真是废物一个。别废话，现在该我洗牌，记住，你只剩2局，再输，不但傅家保不住，你袁家也一样得完蛋。开牌抓紧，让我看看你有多大本事。13，九连宝灯，听牌13张。哎，滨城老牌赌场家族当代家主，博彩管理局的主席，就这水平，我看你还是老老实实的跟傅家一起滚到大街上要饭去。傅红梅，有袁飞罩着你，又如何？你还是逃不出赵少的手掌心儿。等赵少再赢一局，我就替赵少好好收拾你。袁会长也不怎么样，怎么说也是博彩管理局的会长，怎么连1把都赢不了啊？再说1局，我们傅家老宅的房气不保，就连袁家的赌场也没了，到时候只能任他们宰割呀。还有最后1局，袁飞，你是想洗牌还是抓牌？怎么，怕了？怕了就认输啊！乖乖的交出袁家的赌场，向我俯首称臣哦！我会给你留条生路，否则我必赶尽杀绝。要不我来试试？小子，连袁飞都赢不了赵少，你凭什么？我看啊，你就是想逞英雄。哎呀，阿姐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就不要添乱了。袁会长都赢不了，你上来有什么用啊？会爷，阿杰连续猜对2次，他上场或许真的能赢。我看你也是疯了，相信他还不如相信袁会长会赢最后1把。红梅，让袁会长上，好歹还有一线生机。杰哥，麻烦你了。袁飞呀，袁飞，哎，这还真是高看你。
即便你赢不了我，也没必要随便找一只阿猫阿狗过来给我赌。你以为他是赌神呢？你就是傅家那个伙计？是我，可以开始了吗？赵少，上次就是这个小子捣乱，才让我们空手而归。你想要跟我赌？可以啊，不过得再多加一个条件。如果你赢了，条件照旧，我会额外再多拿出5000万。但如果你输了，袁家不但要把所有的赌场给我，也要多拿出5000万。敢不敢呀？好，5000万就5000万，一言为定，你可别后悔。这袁会长也是拎不清，不但让阿杰上，还要再拿出5000万，我看他也是疯了。小子，你想洗牌还是抓牌？洗牌，来喽！拿牌吧。阿杰玩麻将也这么厉害吗？以前怎么没有发现？他这么会洗牌？说不定阿杰真能赢。不就是洗个牌而已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们赢了呢。拿牌吧。慢着，我这个人不喜欢麻烦，先把协议签了。怎么，你觉得我袁飞会赖账吗？白纸黑字，公公正正。赵少，签好了。这下输了，看你们怎么赖账！你们就等着去大街上要饭。小子，虽然你的技术厉害，但也逃不过我的法眼。你洗的每一张牌都被我看穿了，要不要多给你增加点时间猜听牌啊？不用了，你的牌听领长，胡不了。你的牌胡不了。小子，你脑子出问题了。赵少还没有开牌，你就说他的牌听领长。赵少，我觉得这小子就已经紧张的胡言乱语了。袁飞 ，I love you。你是不是故意让这个傻子来给我送钱的？阿杰，人家还没开牌，你就说对面听领长，这不是胡来吗？阿杰，人家赵强可是赢袁会长的赌术高手，随便抓几张也不可能抓出炸胡的牌型啊！你随便说个数，也比说领长强啊！老子，我不管你是谁，但是你害得我飞哥输了赌场，我一定不放过你。哎，我相信杰哥，杰哥说听领章，那就是领章。我也相信阿杰。你们，哎呀，袁飞，说他是白痴，我看你也不例外。以我的赌术，怎么可能抓一副炸胡的牌型？没想到啊，没想到袁家的赌场跟傅家的老宅赢得这么容易。早知道这种情况，我何必大费周章啊？赵钱，你还没有开牌，怎么知道你一定赢？还嘴硬，那就让你们死个明明白白。赵少，你的牌。这什么情况？真的是炸胡！炸胡，真的是炸胡！赵钱，这局是你输了。按照约定，你不仅要放过傅家，还要交出你们赵家的赌场和5000万。这都是你搞的鬼！
别废话，输了就是输了。怎么，签了协议还想不认账？好，我愿赌服输。钱和赌场的股份，我一定会交出来。这把是偷鸡不成蚀把米了。闭嘴，小子，这次算你厉害。不过你记住了，没有人能赢一辈子。咱们走着瞧。哼！没有人可以赢一辈子。是你。阿杰，怎么了？他们在嘀咕什么呢？肯定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。算了，别管他们了，我们休息吧。这一天提心吊胆的，昨天晚上都没睡好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在赌术上，杰哥称第二，还没人敢称第一。杰哥，那你的意思是，嫂子的死不是意外？素琴死之前，只跟我说了一句话：没有人可以赢一辈子。可今天，赵钱说的同样的话，我怀疑素琴的死跟他有关系。岳飞，帮我调查一下当年那一场车祸。放心，杰哥，你的事就是我的事，我一定尽快派人查清楚。杰哥，你还不打算向傅家坦白你的身份？我的身份公布出来，对他们没有任何好处，他们甚至还会因此遭受到伤害。在这里，我就是那个打杂的阿杰，我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日子，平淡，开心。行，杰哥，那我先走了。嫂子的事情，只要有情况，我第一时间通知你。阿杰，能让袁飞称你为杰哥的人，还拥有不俗的赌术，你就是赌神方杰。我要是赌神的话，还能在大街上流浪，被你捡回来。你真的不是赌神？那为何你的赌术如此高超？那不是赌术，是魔术。障眼法。是吗？好吧，阿杰，你说你不是，我就相信你。那我去休息了。小梅，对不起，现在我还不能告诉你我的身份，等到了合适的时机，我会坦白一切。杰哥。啊！杰哥，果然如你所说，嫂子的死确实有蹊跷。撞死嫂子的凶手，本来判10年，结果去年就被假释出狱，这里面一定有问题。不过还好，他的住址被我打听到了。我跟你一起去，我一定要亲自调查这件事。走，我车就在楼下。红梅，我出去一趟。哦，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杨顺明，你又来干什么？表姐，咱们好歹亲戚一场，我带些兄弟来给你们捧捧场啊！我看我这几10个兄弟在这儿，谁还敢来你们这玩？什么玩意儿这是？你下午6点之前，再不交出你们老宅的地契，我这帮兄弟就不是在这玩这么简单了。到时候你们有一个算一个，都别想活着走出这扇门。赵钱这个王八蛋，
真是阴险，居然玩阴的，太卑鄙了。处理不了。杰哥，我忘了告诉你，那姓赵的，靠黑起家。这5年前不晓得得到谁的帮助，开始涉毒，再加上这赵家确实是天赋异禀，崛起的太快了。这赵家的黑龙会是滨城最大的黑帮，他要是来硬的，在这方面我们家也拼不过。没有一点办法吗？哎，办法倒是有一个，但是希望很渺茫。有一个人，要他能出手，绝对能摆平黑龙会。谁？东域的地下皇帝龙坤将军。龙坤？阿杰啊，今天多亏了你，要不是你，我在拉斯维加斯至少得多输2个亿。以后来东域做客，有什么问题，我来帮你解决。你呀，一把年纪了，就在家里享清福，不会赌，还赌那么大，太贪玩了。你这教训我的口气啊，跟季文一模一样。他可是很想你啊，要不你做我女婿啊？有我罩着你，别的地方不说，在东域没人敢动你一根毫毛。我结婚了。哎，好吧，季文跟你也是有缘无分呐。龙坤将军在整个东域都有他自己的军队，就算是总督也不敢跟他正面硬刚。不过，凭我们袁家的实力，要见到龙坤将军有一点困难，所以我才说希望渺茫。你们就当我没说过。完了，难道这个家真的保不住了吗？你说的要是我认识的那个龙坤将军的话，那我还真有办法。阿杰，你真的有办法？阿杰，你就别开玩笑了。你真能认识龙坤将军，那可是独霸一方的军阀。对啊，杰哥，我知道你神通广大，但认识我相信。怎么了？最近发生了这么多事情，还不能证明阿杰的能力吗？红梅，你拿着这枚筹码去找龙坤将军，就说2个亿的债该还，这件事儿他会帮你的。10元的筹码能请得动大名鼎鼎的东域地下皇帝来帮忙？阿杰，是你疯了还是我疯了？放心吧，慧姨，这件事情他一定会帮我。我还有别的事儿，先出去一趟，我就不陪你去了。啊！哎，你们去啊！怎么办呀，红梅？事已至此，总要试一试。红梅，我们还真是疯了，真找过来了。那可是军阀，稍有不慎，我们3个都会死在这儿。我相信阿杰不会骗我们的。你相信你相信，你相信有屁用？你还相信这世上全是好人呢？来都来了，总要试一试，不试肯定没有结果，试一下，或许还有一线生机。站住！这里是将军别墅，乱闯者死！我是傅红梅，我们来找龙坤将军。倩将军，你有预约吗？没有。没有预约还敢来？你们是不知道死字怎么写吧？没有，我们没有。赶紧滚，不然一律按闯入者处置，杀无赦！哎，大兄弟，不急，是阿杰让我们过来的，他认识龙坤将军。阿杰？哪个阿杰？阿杰就是我们家伙计，
他说只要我们过来，就一定能见到龙坤将军的。阿杰，你他妈是活腻了吧？一个伙计还敢来招摇撞骗，我看你们是不知道死字怎么写吧？吵什么吵？才华中将，你们刚才在吵什么呢？才华中将，这几个人擅闯将军府，要见将军，我们正要处置他们。不是的，才华中将，是阿杰让我们来找龙坤将军。对，我这里有阿杰给的信物。信物？什么信物？这个筹码。他说把这个筹码交给龙坤将军，并且告诉他，当年欠的2个亿的债该还了。说什么？没想到阿杰真的没有骗我们。你看，我就说嘛，要相信阿杰，说不定阿杰真认识龙坤将军呢。对，筹码是阿杰给我的，他说把它交给龙坤将军，他一定会见我们的。见你啊！变他妈的头！敢在这儿行骗，你们他妈的是不想活了？不是的，这个筹码就是阿杰给我的，他不会骗我们的，只要给龙坤将军，他一定会见我们的。还敢在这儿胡说！把他们给我抓起来，按照间谍罪处置。先打断双腿，慢慢拷问。是。我就说嘛，不应该瞎讲。现在好了，还不到赵家出手，我们3个就活不长了。我这什么情况？回副官，这3个人拿了一个什么信物，说要见将军，被我识破了，一看就是招摇撞骗，我正准备拿去审问呢。你们3个人下辈子好好做人，拿10块钱的筹码找将军要2亿的债，你们这不是要债，这是找死。至于那个阿杰，晚点抓到他，他和你们一样下场。筹码，都给我上！阿杰，都给我住手！彩华，你刚才说筹码是怎么回事？阿杰又是怎么回事？蒙山副官，这女的拿了一个筹码棍，说是什么阿杰的信物，这种话我当然不能信了。筹码呢？我问你，筹码呢？我丢了，在这儿。你个蠢货！把枪给我放下！把枪给我放下！这位小姐，你说这个筹码是谁给你的？阿杰给我的，他说只要把筹码给龙坤将军，并且告诉他当年欠的2个亿的债该还了，他就一定会帮助我们。2亿，阿杰是赌神方杰。那你们来找将军是有什么事吗？赵家的黑龙会把我们家围了，说明天中午12点前，如果我们不答应赵家的要求，就会对我们赶尽杀绝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你们先请回吧。将军大人外出巡逻了，等他回来，我会第一时间汇报给他的。真的？这枚筹码真的这么有用吗？这枚筹码倒没什么，但给这个筹码的人不可估量。你们放心，先回吧，麻烦你了。蒙山，大小姐，刚才外面在吵什么呢？回大小姐，刚才有人拿着将军的幸运筹码前来求助，应该是赌神方杰派来的。什么？方杰出现了？哎，方杰人呢？他在哪？回大小姐，方杰没来，但他应该在滨城傅家。滨城傅家。大小姐，我现在就汇报给将军。哎，不用，这件事我要亲自处理。方杰，哼，你逃不出我的手掌心。哼。
会长，人呢？已经查过了，这个人半年前就已经搬走了。妈的！家长，是，跟我走。回来了，怎么样？见到龙坤了吗？没有，没有。为什么？龙坤将军不在。不过我们见到了他的副官蒙山。他的副官？啊，也可以。那这件事情应该就没什么问题了。阿杰，真的不会有问题吗？是啊，阿杰，没见着人，始终有点不太放心。傅叔，会议，放心吧，没问题的。哎，这么快就来了，我去开门啊。阿杰，终于让我找到你了。季文，你怎么来了？当然是知道你在这儿，我就来了嘛。你都不知道，这3年我多想你。阿杰，他是……哦，我当然是阿杰的女朋友啊。不是的，小妹，你别误会啊，他是我朋友，龙继文。哟，阿杰，你没跟我们一起去找将军，不会是去找这个女人了吧？玩归玩，怎么还往家里带？慧爷啊，不是这样的，我是去忙别的事情了。好了，你也见到了，你该回去了。我还有别的事，没时间陪你闹。我不走，除非你跟我一块儿走，要不然啊，我今晚就住这儿了。不，还真把这当自己家了。出去！你确定要赶我走？啊，那个，小梅，要不今晚就留他住一晚吧？嗯。爸，慧爷，好歹他是阿杰的朋友，赶走他也不太好。反正家里还有房间，就让他住一晚吧。臭丫头，你这是引狼入室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哎，龙小姐，我带你去房间。我不走，我要和阿杰住一个房间。龙继文，别胡闹！龙继文，别胡闹！龙小姐，今晚你就住这里。跟我抢阿杰，门儿都没有。哼，今晚我就要生米煮成熟饭。你来干什么？我来给你道歉了，刚才是我太任性了。这里不是我家，只能倒杯水给你赔罪了。你爸呢？他怎么样？我爸身体好着呢。倒是你这3年就住这里啊？堂堂世界第1的赌神，你想住皇宫都可以。哦，你留在这里是因为那个女人？别胡说！糟了，是我爸！要是让我爸知道我偷偷过来找你，肯定会骂我的。我先出去应付他一下啊。那个，他进来找我聊几句。我是来跟你说，如果明天龙坤将军没来的话，你就赶紧离开。小梅，放心吧，明天肯定会没事。你脸色看着怎么这么差？是不是太累了？来，喝点水。谢谢。这水的味道怎么怪怪的？怪怪的？不能吧？可能是你太累了。
小曼，你没事吧？小曼，你头怎么这么烫？你等着，我去给你拿药。阿姐，要我，阿姐，吻我。小梅，昨天晚上……气死我了！气死我了！还说，都是你昨天在水里下药。老婆，这什么情况？争风吃醋呗，还能有什么情况？来了。来得正好，老娘我正愁一肚子火没处撒呢。考虑清楚没？不缴老宅，交还是不交？交你妈个头啊交！你们这群混蛋，等老娘的人来了，我就让人毙了你们！你在跟我说话？你是聋了还是瞎了呀？啊！姑奶奶，我不是在跟你说话，在跟谁说话呀？啊！给我闭嘴！臭婊子，敢这样跟赵少说话，你他妈活得不耐烦了是吧？敢骂我臭婊子？我看你才是活得不耐烦了你！阿姐，你快跟你朋友说说，让他快住嘴啊！要是惹怒了他们，我们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没事，辉爷，他憋了一肚子的火，让他发泄发泄也好。我对你们的耐心不多，再不交出房契，今天谁都别想走出这间屋子。我可以死，但他们怎么办？我不能那么自私。周乾，房契可以给你，但前提是你得保证我们所有人的安全。你没资格跟我讨价还价，今天谁都保不住你们，交出来，你们才能活。不许交！你说不交就不交啊？真当老子不敢弄死你？弄死我？先问问我爸答不答应。我看呀，先死的是你。哎呀，姑奶奶，你就别添乱了。哼，你放眼整个冰城，还没有我赵乾不敢动的人。你爸谁呀？多大的面子？我姓龙，叫龙继文，我爸叫龙坤。你动我一下试试。我姓龙，叫龙继文，我爸叫龙坤。不错。傅红梅，你以为找人演出戏我就怕了？她要是龙坤的闺女，我就是龙坤他爹。想当我爷爷？好啊，待会儿我爸来了，你亲自跟他说。阿姐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笑？你快管管你朋友吧，别再让他说话了。慧爷，我可管不了他，恐怕这个世界上没人能管得了他。哎呀，你要是想管，我就听你的。他们够了！既然你们给脸不要脸，那就别怪我。来人，把这个臭娘们拖出去，扒光了衣服扔街上！你敢！我劝你最好还是不要动他，否则后果你可承担不起。你在威胁？忠告而已。那老子就偏要做给你看！别乱来，房契可以给你，
你不许动她。晚了，这臭娘们屡次三番的捣乱，今天谁都救不了她。来呀，把她衣服给我扒了，我看谁敢！哎呦，爸，你终于来了！你都不知道，我都快被他们欺负死了。你呀，不欺负别人就算好了。小子，3年多没见，别来无恙啊！别来无恙。龙坤将军，阿杰，你没骗我，你真认识龙坤将军啊？那她真是龙将军的女儿？如假包换！哼，你刚才不是还不让我说，怕连累你们家吗？我那是有眼不识泰山，我不知道你真的是龙坤将军的女儿。刚才是你说要把我女儿扒光衣服送到大街上。对不起，龙坤将军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她是您的千金啊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不知者不罪。蒙山，拖下去，打断他2条腿，并且把他扔到大街上。是。别！龙坤将军，我叫赵谦，家父生前是黑龙会的会长，曾多次拜访过您的。有交情。对，那就好办了。蒙山，打断他的腿，送到黑龙会，并且把黑龙会连根拔起。来人，把他们押下去。龙将军，这是误会，误会呀！快走，走，快点儿！蒙山，在外面等我，我有2句话跟他想说。是。爸，我能听听吗？你说呢？聊2句。小子，你老婆已经去世3年了，你就这么一直单着，不打算再找一个吗？你也知道，季文她一直喜欢你，我呀也希望你当我女婿。不了。难道你忘不了你老婆，打算一辈子不再找了？我的确忘不了苏秦，不过3年多过去了，我也该开始新的生活了。原来你留在这里的原因是因为他，可惜了，季文真的跟你是有缘无分的。既然你已经打开了心结，你还打算瞒着他你的身份？赌神这2个字，难道真的就这么难以开口吗？行，我就啰嗦2句，你别当真。走了，有空来看看我，我请你喝茶。好。季文，走吧。我不走，我要和阿杰在一起。哎，你留在这儿干什么？当电灯泡吗？走了。哎呀，爸，你别拉我呀！阿杰，我会经常来看你的。走。哎，这下总算云开雾散了，赵家和黑龙会都被龙将军给打掉了，以后天下太平了。小梅，我有些话想跟你说。阿杰，你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吗？你之前不是一直想知道我的身份吗？我怕我的身份告诉你之后，会给你带来伤害。但昨天之后，我已经没有任何对你隐瞒的理由了。小梅，其实我就是……小梅，你们是谁？让开！小梅，阿杰，
姐，小梅呢？她不是跟你一块出去的，怎么没回来？小梅，她被人抓走了。什么？被抓走了？被谁抓走的？我知道是谁。杰哥，我调查出来，赵家幕后有股神秘势力，可是你老熟人呢？陈金城。陈金城，四大说给你，这些年陈金城一直在东南亚活动，他企图收购、垄断所有的大赌赌场，想建立自己的博彩帝国。之前赵家一直针对袁家，还有赵钱，想收购傅家的老宅，都是因为这个原因。另外，我还查到一件事情，这3年前嫂子那场车祸，也是陈金城指使赵家人干的，所以这次傅小姐很有可能也是被他抓走的。陈金城，好样的！傅小姐，我们第一次见面，我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陈金城。赌王陈金城，你抓我干什么？我抓你的目的很简单，你们傅家老宅的那块地。之前赵钱也是你派来的？不错，只不过你们傅家有一位高手，多次破坏了我的计划。只可惜，现在我没有这么多的精力跟你们耗下去。你们傅家老宅的房契和你的命，他们只能2选1。卑鄙！喂，不想傅红梅死，就拿着傅家老宅的房契来见我。你不说，我也会去找你。等我，陈金城。你是赌神方杰？不可能啊，他已经消失了3年，怎么可能是他？你看，我没说。哎，是啊，这个，再给我来点筹码。我觉得肯定是大呀。杰哥，我去找陈金城。不用啊，我会让他自己出来找我。你身上有现金吗？我这出门没有带现金的习惯，就10块钱。10块钱够？10块钱够干什么呢？咱们不是来救傅小姐的吗？傅家老宅的房契不能给陈金城，我得用其他筹码跟他来换。我要用这10块钱赢光这间赌场。你小子吹什么牛逼？你知道这间赌场现金有多少吗？起码几千万，就用这10块钱，小子，赢彩票的几率都比这大。这小子疯了吧？想看吗？我用这10块钱跟你换一个筹码。行，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大的本事。我觉得肯定是大呀。买3个6，爆死！豹子，小子，你知不知道赌大小要多少把才能出一把豹子？每43把出一把豹子，每258把会出一把3个6。知道你还压3个6？他呀，就是来闹着玩的，凭10块钱想赢下这间赌场，第一把就压3个6，疯了吗？这不是？豹子的赔率是多少？压大小的赔率是1比1，其他豹子1赔100，3个6，1赔200。就压3个6。见过想赢钱的，没见过想赢钱想疯了的。小子，我来这么久赌场，还没见过谁能压中3个6的。哎，
这小子一看就是个新手，咱不管他，咱玩咱的。这把我压500的大，那我来1000的大。买定离手。小子，看见没？手里还有1000的筹码，你要是赢了，全给你。好啊，开。3个6。这3个6，这3个6，真的3个6，这也太少了吧！小子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拿来吧你，杰哥，这是他输咱的筹码。看什么呀？赔钱呢！豹子赔率1赔200，这是2000。杰哥，继续。玩骰子太慢了，不是把把都输豹子，玩点别的。走，跟着去看还有新人。杰哥，玩轮盘啊？对，只有玩轮盘才能最快的时间赢下这间赌场。单押一个数，赔率是多少？17倍。赔率是17倍，我就算这间赌场有2000万，那我只需要连中4把就能赢下这间赌场。不是兄弟，你不是开玩笑的吧？轮盘单押连中4把，这怎么可能啊？就是3000筹码全下，全下着。小姑娘，等你的家人把房契送来，我就可以放你走。你真卑鄙！杨龙父子和赵钱前后输给了阿杰，你们光明正大的赢不了他，就搞这种卑鄙的手段。阿杰？哼哼，不可能的！如果不是忙着建设全亚洲最大的赌场，我是真想和你口中的阿杰好好的比一场，看看他到底有多厉害。反正比你厉害。哼，在这个世界上，能赢我的人不多，你口中的阿杰一定不是。老板，不好了，赌场的资金被一个小子半个小时不到赢光了。什么？那人还说他来找你了。走。阿杰，真的是你，赌神方杰？赌神方杰？怪不得赵钱几次3番都拿不下傅家，原来你就是傅家背后的人。陈金城，把小梅放了，主动权在我手上。是吗？但是你这家赌场的钱全部都在这儿。我现在给你2个选择：一，我把傅家的房契给你，你放了小梅，但是这2000万我就带走了；二，我把钱留下，你把小梅放了。方杰，你也太小看我陈金城了，区2000万而已，我只要建好新赌城，每年不说是20亿，就是200亿，我也能赚得到。那你甘心吗？什么意思？据我所知，你的确是赢下了拉斯维加斯的赌王宝座，可是人人都在说，是因为我方杰没去，你陈金城才赢。陈金城，你的赌王宝座，名不顺，言不正。胡说！那你就跟我再赌一次，堂堂正正的赢我。陈金城，你的赌术不如我，你只会用下三滥的手段。好，我跟你赌。方杰，这2000万我收下了。3天以后，我准备一场赌局，你带着傅家的房契和2亿赌本，跟我比一场，我就要向世人证明，你方杰也只是昙花一现，而我才是真正的赌王。好，方杰，你可不要想着逃跑或者躲起来，否则下次傅家人再落在我手上，
牌，也只能看到的是石头。放了他！阿杰，我们先出去。阿杰，你没有必要跟他赌。小梅，这一次我跟他赌，除了为了你，还要为我死去的妻子报仇。3年前的那场赌王大赛上，我赢了陈金城，但是他安排赵家人制造车祸，撞死了我的妻子。从那以后，我整日酗酒，浑浑噩噩，直到我遇见了你。这一次，既是为了苏琪，也是为了你，我一定要和他再赌一场。我要破坏他开赌场的计划，让你身败名裂。阿杰，无论你做什么，我都支持你，陪你一起走下去。岳飞，我需要你帮我去做一件事情。这一次，我不仅要赢了他，我还要让他血债血偿。哎呀，保佑我家小梅没事。保佑。郑海，红梅回来了。红梅，你没事吧？爸，慧爷，我没事儿。哎呀，老宅的房契没了就没了吧，只要你人平安就好。爸，房契还在。这，你没给陈金城房契，他就让你走了？因为阿杰答应3天后跟他赌一场。赌一场？阿杰面子这么大吗？答应跟他赌一场，连老宅的地契都不要了？因为阿杰叫芳姐。叫芳姐怎么了？叫芳姐的多了。芳姐，老傅，这个名字好像在哪听过。芳姐，阿杰就是赌神，芳姐。赌神？赌神真来我们家了！慧爷，老婆，杰哥，时间差不多了，走吧。小梅，等这次事情结束以后，你愿意跟我在一起吗？我愿意。走。女婿，加油！加油！等等我。快看！芳姐，身边这是谁啊？他就是赌神。赌神来了！是啊，暌违3年，芳姐终于再次现身了。消失3年，赌神重出江湖，大战陈金城，肯定能在世界赌坛掀起轰动。芳姐，3年前你赢了我，这一次我一定会赢回来。陈金城，3年前你输给了我，3年后的今天也一样。赌局还没有开始，就如此剑拔弩张。今天这场世纪大战真是令人期待啊！这3年赌神不在，陈金城横扫世界赌坛，究竟赌神还能战胜他吗？这3位是世界赌术协会的元老，今晚由他们来做主裁判。我也可以光明正大的赢你，成为世界赌坛唯一真正的赌神。废话说完了吗？说完了就开始吧。我还要跟小梅回家吃饭。本场赌局规则：为期1小时，每人2亿赌本。时间截止后，谁筹码多，谁就是今晚的胜者。输家将会输光全部筹码。
这是2个亿的支票。2亿啊，这么多！这是2亿银行本票。这是我夫家老宅的房契。双方赌本有效，赌局正式开始。老婆，你说今天晚上阿杰能赢吗？这还用说？我们阿杰呀，有一手偷天换日的好本领。陈金城以前就输给过他，这一次照样也赢不了。对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上一届的赌王大赛，你出签换牌赢了我。今天我准备了6台高清摄像机在你的身后，他们可以精准捕捉你的每一个动作。你敢出签换牌，我回放揭穿你！什么？6台高清摄像机无死角对着阿杰，那他的换牌绝技用不上吗？老狐狸，自作聪明，以为靠着这6台摄像机就能赢我。3年前你害死我老婆，今天我要让你倾家荡产，尸无存。哪有打牌用摄像机一直盯着的？你这是赤裸裸的作弊！裁判，你们都不管管吗？摄像机只能捕捉方杰的动作，监控他是否偷换牌，并不会把他的牌报给陈金城。严格来说，这并不算影响对局。没错，这不算作弊。会议，不管今天陈金城用什么手段，我都相信阿杰一定会赢。牌局开始，底注5万，最低加注也是5万。弃盘。弃盘。弃盘。怎么回事？阿杰连续20把都弃牌了。是啊，连底牌都不看，直接弃牌。阿杰是不是知道自己换不了牌，然后就自暴自弃了？方杰，你是不是忘了这场赌局的规则？你每局都在输底注，时间一到，哪怕你只输1块钱，你都会输光你的赌本和富家老宅的房契。别急啊，看你年纪大，让你几局而已。3年不见，你的赌术强不强我不知道，你的嘴倒是比以前硬了。发牌。50万，这一次你不会又是不看底牌弃牌吧？50万，你就想看下一张牌？未免也太便宜你了。50万，我跟。我再加注，大500万。什么？方杰一出手就加注500万？难道他之前都是在示弱？我还以为阿杰怕了陈金城，不敢赌了，没想到他有这一手。哼，我跟。方先生是顺子，方先生说话。
桌面大概，那就加注2000万。我知道了，阿杰这么有底气，阿杰一定是顺子牌，陈京城最多是一对 ace， 这一局咱家阿杰赢定了。赌局还有15分钟，阿杰赢下这局，今天晚上基本稳赢了。不愧是我杨慧的好女婿。 2000万，我跟。我不相信你是顺子，我这儿只有 K 一堆。你要是顺子，你赢。怎么？你还想当这6台高清摄像机换底牌吗？阿杰不是顺子，难道阿杰是故意在偷气？方杰，你现在已经换不了牌了，你拿什么来赢我？拿你那点赌术吗？老胡，让你成脸等下，你又怎么会心甘情愿地把自己推向我给你布置的深渊？哎呀，这个阿杰本来只是输掉点底注，还有机会翻本的，这次一下投机输掉了4000多万，世界也所剩无几了，恐怕连我们傅家老宅都要一并输掉了。赌局还没有结束，阿杰还是有翻盘的可能。方杰，现在还剩下5分钟，也就是2把牌的时间。我现在比你多4000万的筹码，哪怕我把弃牌，你也会都输光的。你不会，你是想证明你是比我这个赌神赌术更厉害的老牌赌王。这么多双眼睛看着，把弃牌，别人会说你是靠弃牌赢的我。发牌。梅花 A 说话50万。你说的对，我就是要向世人证明，论赌术，我陈金城才是真正的赌王。跟你50万，再大你100万。我跟。一对 A 说话1000万。1000万。干真格了？什么？最后5分钟，双方难道要动真格的了吗？是啊，桌上已经下了超过2000万的筹码了。难不成阿杰还有机会？ 3条 S 说话3张 Ace， 那就3000万。跟你3000万，少了终于要赌局了。同花顺面说话。今天的这副牌跟3年前很相似，5000万。我就用这副牌来把你送去地狱。梭哈。怎么？发疯？想搏一把？这副牌跟3年前你输给我的那副牌一模一样，我没有理由退缩。你以为你今天还能像3年前那样偷牌赢我吗？我跟，我要让你输得心服口服。方先生，陈先生的筹码比你多4000万，你是否有后续的资金补码？杰哥，我已经把袁家所有钱都拿出来了，这4000万实在是没办法了。
方杰，之前你赢了钱就会捐出去做慈善，现在不会连这副牌都跟不起吧？要是那样，你根本就没有资格来看我的底牌。没事，剩下的钱我想办法。这是瑞士银行1亿美金的本票，是3年前那场赌王大赛你输给我的，还没来得及捐出去，今天就用来跟你。陈先生，现在方先生又拿出1亿，请问您的后续资金呢？我的钱都用于投资新的赌城了，今晚肯定凑不了那么多呀。那按照规则，您拿不出对等的资金，这把牌只能判方先生赢了。你看，这就是看了呀。难道这场世纪大战要以陈京城不够本金而落败吗？赢了，阿杰要赢了！陈金城，我可以给你一个机会。什么机会？你可以不用钱去补齐剩下的筹码，但你输了，要把你名下的赌场全部都拿出来。你怎么不敢啊？那今晚这局可就是我赢了。从今往后，全世界的人都会说，你陈金城一辈子都赢不了我方杰。我是皇家同花顺，天底下就没有任何一副牌能比我大。有摄像机，他也换不了牌，我没有理由不跟。好，我跟你赌，我就不相信你的牌能赢我。签了他，输了就把赌场拿出来。哼，方杰，我还以为你有多厉害，你还是太年轻了，居然给我机会。老狐狸，你终于上当。阿杰到底是什么牌面啊？这么有信心赢陈金城？方杰，我实话和你说了吧，你赢不了我的。我的底牌是黑桃 ace。什么？陈京城居然是皇家同花顺？这可是梭哈里面最大的底牌啊！皇家同花顺，阿杰就是再换牌，他也赢不了了。这个该死的阿杰，怎么非要给陈金城机会啊？这下不仅自己要输得倾家荡产，连傅家的老宅都要一起输光了。难道这次真的要输了吗？方杰，别以为你不说话就行，还有1分钟，赌局就会结束。到时候你不开牌也会输，而且就算你开牌，你能换牌，你能换什么？今天也会输。无论如何，你都不可能翻身的，是吗？少在这里虚张声势，你就算变出花来，也不可能赢我的。陈金城，那你就看仔细，我怎么赢你的。那你就看仔细，我怎么赢。不是吧？方片3，赌神方杰的底牌居然只是一张3，拿这张牌他岂不是输定了？阿杰只是一张小3呐，他就是会天之力，这牌也赢不了啊！方杰，我看你是得了失心疯了吧？你的底牌是一张方片3，最大也只是3条 ace， 怎么赢得过我皇家同花顺？阿杰呀，阿杰，你非要给机会给陈金城，这下好了，全家都要沦为穷光蛋了。还以为方杰有多厉害，不过是浪得虚名。不能换牌之后，根本赢不了陈金城。是啊，看来赌神的头衔要易主了。方杰，你的赌本和你傅家的老宅房契，我就笑纳了。等等，你还没赢呢。哼，小子，
年纪轻轻就得了妄想症。我的牌可是黑桃皇家同花顺，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牌型，都不可能大过我。谁告诉你，我的牌比你小就赢不了？方杰，你说疯了吧？赌牌不就是比谁的牌大谁赢？难不成还要比谁的牌小吗？土神方杰这么玩不起的，输了竟然想耍赖。别叫他赌神，他根本玩不起。输了不认账，我一定会如实报道出去，让全世界都唾弃他。真想丢人丢到全世界。我可没说过我的牌小就能赢。你是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，你赢不了我的3张 Ace。你疯了！我可是皇家同花顺。要不然，你再仔细看清楚你的牌。我的牌我看了10000遍，它也是皇家同花顺。是吗？3位主裁，我要求验牌，我怀疑有人出千。好，同意验牌。方杰，你到底想耍什么花样？我的牌可不是换牌来的，你觉得验出什么吗？验过就知道了。3位主裁，陈先生这副牌有6张牌，6张牌。什么？陈金城，是谁告诉你我方杰只能变自己的牌？6台摄像机又如何？赢你！我不需要变自己的牌。由于陈金城先生的手牌有6张，本席判定陈金城作弊。本局的获胜者为方杰，方先生。这是赌神啊！他赢了！一开始就看好省察，陈金城，你涉嫌跟一起3年前绑架杀人案有关，现在我们依法对你进行逮捕。你有权保持沉默，但是你说的每一句话将会成为呈堂证供。带走。陈金城，3年前害死我老婆，今天我不仅要让你倾家荡产，我还要让你把牢底坐穿。从今往后，在监狱里好好忏悔你下半辈子吧。带走。你，方杰，你给我等着！赌神！赌神，请问一下，今天你赢了陈金城之后，重回赌界之巅，有什么想说的吗？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10赌9输，10赌9诈，有的只是10赌10输，不赌为赢。我宣布，从今天开始，我和我爱的人会将反赌和慈善事业继续进行下去。好。各位，再见。